今日咧就同大家講一下一啲民生嘅大事，生肖嘅新算法。嗱，從自古以嚟咧，喺我哋中國人嘅心裏邊咧，即係每一個人佢哋都有佢哋自己個人嘅生肖。但係原來呢種生肖嚟講咧，有大部分嘅人咧都係認為咧，每年嘅年初一、正月嘅初一咧，佢哋就係佢啲生肖嘅進入嘅時間㗎啦。即係譬如話嗰年佢正月初一出世，佢就係屬於個生肖，佢就係屬於嗰個生肖嘅。但係原來實際上嘅生肖並唔係咁睇嘅，因為原來生肖咧佢係每一年咧按住嗰個叫立春嗰一日。嗰一秒鐘踏入立春啦，咁佢由嗰一秒鐘咧，佢就會正式進入嗰個生肖。咁所以咧呢個日子咧，佢就係屬於叫陽曆定立嘅日子。咩叫陽曆定立？即係我哋太陽與地球之間嘅運轉嘅公轉咧，佢產生一個我哋叫方位嘅時間咧，佢哋就會進入一個位數咧，佢就會進入一個我哋叫陽曆嘅時間，即係呢叫立春公轉嘅時間。咁所以咧呢個咧係先至係實際生肖嘅計算嘅方式。當然就話好多人就唔識唔明白嘅咧，佢哋就會以農曆去計算。咁所以咧呢樣嘢咧爭拗咗超過1000年。咁但係唔需要爭拗嘅，因為真真正正懂算命嘅人，佢哋係唔會以初一嚟去做生肖嘅定立。但係有好多我叫農民曆啊，即係好多佢哋農民啊，或者我哋對呢方面冇知識嘅人咧，佢哋每年都會覺得初一就係嗰個生肖噶啦。今年蛇年佢就入咗初一就叫蛇年，咁所以咧冇搞錯。咁所以咧大家都會叫爭拗咗，就喺度你都唔識嘢嘅，佢話你亂噏嘅，一路以嚟個個都係咁諗噶啦。咁所以呢度爭拗咗好多年。其實最重要嘅就係咧對一啲嘅文人啊，好重要嘅影響，好深遠。即係譬如咩文人咧？原來有時我哋寫啲文章或者畫幅畫，我哋會有個下款嘅一個日期，落款嘅日期。落款嘅日期咧，其實有時咧我哋會寫一個時間，梗係希望寫一啲同中文、同我哋中國文化有關嘅嘢咧。我冇嚟會寫一個西元嘅日子，譬如我冇嚟寫而家西元2025年嘅2月3號咁樣，好少咁寫㗎。通常咧，譬如今年我哋叫做乙巳年，譬如乙巳年嘅正月初8日，咁啊吉時咁樣，咁通常就會咁樣定。但係原來呢個日子咧，原來首先明白就係原來甲子嗰個生肖，即係我哋叫甲子嗰個日呢兩粒字咧，其實佢係一個陽曆嚟嘅，佢係太陽計算嘅陽曆。而幾多月初幾，譬如1月正月初一或者8月15咧，呢個係以月圓月缺嘅計算嘅日子。原來呢兩個日子咧，呢個年同埋呢個日子係有機會產生一個好大嘅嚴重嘅衝突。即係意思就係你原來你從來如果冇寫過啲日子嘅時間嘅人咧，你係冇諗過擔心會有一個咁嘅日子，就話咧會撞嘅，會出現一個農曆嘅日子，出現兩個西曆嘅日子㗎。點解會咁講？嗱，我俾個例子你睇，嗱，我都要攞個電話出嚟睇睇啦，我唔背啦。咁大家留意一下一個叫丙午年嘅，丙午年即係明年啦，2026年嘅一曆啦。農曆年佢嘅寫法就係話咧，丙午年農曆嘅12月27日。咁呢個日子咧，驟眼大家望落去嘅農曆年嘅丙午年嘅12月，即係去到年尾啦，即係證明嗰一年嘅年尾嘅係12月27日啦。咁大家咧通俗嘅理解咧，100%，即係我哋叫10個有10個嘅人，佢睇完呢個日子都覺得呢個日子係年尾佢寫嘅，或者呢幅畫佢年尾作。但係如果你對翻我哋叫陽曆啦，對翻有叫西曆或者陽曆嘅日子咧，佢可以對出兩個日子㗎。大家可以去參考下，就話原來喺2026年嘅2月14日，或者喺2027年嘅2月3日。佢嘅寫法都係一樣嘅，叫丙午年嘅12月27日，所以好奇怪嘅。喂，咁如果一個就係話2026年初，一個就係2027年初，佢都係同一個農曆嘅寫法，因為咧一個咧，因為佢係牽涉到一個叫立春後同埋立春前，即係話咧原來呢兩個生肖咧，佢都同時間咧呢個屬馬嘅生肖咧，同時間納入喺兩個嘅年裏邊。所以就話呢樣嘢就會出現一種好尷尬啦。咁如果出現呢種情況嘅話呢，咁你農曆嘅寫法，咁我哋變相就究竟我係應該點樣寫落去，先至令到人哋覺得我係年頭啊，定係年尾啦？咁12月啦，咁所以好尷尬。咁啊變相有好多好古靈精怪嘅寫法，就喺嗰陣時出現咗。咁但係一路呢，從來都冇人去夠膽去改啊，或者去諗噶。咁所以咧，有啲人，譬如我哋呢啲人啊，我哋會閃寫咧，就算啦。我哋放棄咗呢個農曆寫法，索性寫晒咧成個日子叫天干地支嘅寫晒出嚟。其實乜乜年乜乜月乜日咧，就天干地甲子年甲子月甲子日咁寫出嚟算數，所以一定唔會錯。一係就全部用陽曆寫2026年嘅2月16日咁樣寫晒落去就算數。咁所以咧呢樣嘢就變咗好
好似咧有啲嘢我哋叫做唔能夠加侵一啲所謂嘅中國元素落去，好有效咁指明嗰個日子。咁所以咧國家咧就喺2017年就喺一個叫國家嘅標準裏邊咧訂立咗一種所謂嘅算曆嘅寫法。佢係編撰咗咩咧？就係農曆的編算和頒行喺2017年嘅。咁呢一個佢就更改咗咩？就咧。大家就佢國家就算啦，喂，發覺好多問題之後咧，大家算啦，我就一次過咧訂立一個新嘅標準啊！佢唔係法例嚟嘅，佢即係一個標準，大家以後跟隨呢個標準就係咧個標準嗰個議題，其實大家都成日都揾噶啦，條文就叫 GBT33661啊2017，咁呢個裏邊咧個條文咧係入邊就寫得好清楚噶，6.1.1同埋6.1.2裏邊係講得好清楚啦。我而家解釋俾你聽啦，個條文就係話俾你聽咧，我哋如果以生肖計。我哋就唔再以立春計啦，生肖計。總之我哋永遠以後都係以初年大年初一正月初一去計生肖啦，就唔好咁煩啦，唔好以立春計啦。呢個係以個人生肖去定論。咁所以以後第時國家所頒令嘅所有嘅寫嘅標語嗰個日子裏邊咧，我哋都會以農曆初一計。即係譬如個生肖，譬如入咗初一嗰個生肖，就以嗰個生肖去計，咁就正月初一就係啦。咁大家就永遠都唔會錯，就話咧，究竟佢係12月啦，定係1月嗰個範疇。咁所以呢樣嘢希望大家都明白。不過雖然咁樣頒令啦，但係唔代表大家嘅生肖係因為呢樣而改變嘅。即係譬如頭先講咗啦，咁如果你喺嗰個日子出世，佢未立春嘅話，咁一日嘅生肖未去改變嘅話咧，如果你攞去呢個命格去俾人哋算命嘅話咧，你嘅生肖係從來冇改變過，只不過國家係訂立咗呢種嘅講法，令到大家容易去理解呢個生肖係屬於嗰個生肖。但係真正嘅生肖咧係認真，如果算命嘅話咧，係都係要以立春去計算嘅。所以希望大家明白，雖然今日講嘅議題大家可能未必明白太深奧，但係明我講咩呢？大家都希望就係話都知道就係話咧，其實17年咧已經有咁嘅規定定咗，但係呢個規定咗唔代表你本來屬老鼠嘅就變咗屬牛所以咧係屬牛就牛，就唔會因為國家訂立咗咧你就變咗屬牛噶大家記住呢一樣情況啦，希望大家明白啦，拜拜。